路加福音第16章，耶穌留家學生講：有一個財主，佢有一個管家，別人對佢報告講，這管家浪費佢嘅財產，主人就喊管家來，對佢講：我要談到關係你嘅事情，到底係樣辦呢？將你所管嘅點清楚，因為你做唔得再做我嘅管家嚟。嘅管家心肝想，頭家愛吃我嘅頭路，我愛做乜嘅真好呢？卡腳頭，我無力做缺失，又強見少，係哪？我哋愛樣辦做，等到我失業嘅時，朋友將會接我到佢度嘅屋下去吃。所以佢將假頭家嘅債主一個一個喊來，佢對頭一個講：你欠我頭家幾多？竟然應講100桶橄欖油。管家講：你係你嘅假條，拿去坐下來，格格寫做50桶。佢又問另外一個講：你呢？你欠幾多？竟然應講100石麥嘅。管家講：你係你嘅假條，拿去寫做80石。主人就誇獎倆不義嘅管家做事精明，因為處理世間嘅事，世俗嘅人比光明嘅人較精明。接等耶穌又講：我老二都講，可以用現實嘅金錢交朋友，按樣金錢無用嘅事，你就會輸接到永遠嘅家鄉去。一個人對世事重視，對大事也會重視；一個人對世事無老實，對大事也唔會老實。那係你就處理世間嘅錢財就無重視，乜人會將嘅真實嘅財寶交託你就呢？那係你就對屬別人嘅東西無重視，乜人會將你就自家嘅東西交俾你就呢？無一個僕人能服侍兩個主人，唔係惱了嘅愛嘅嘅，就係看重了嘅看強嘅嘅。你都冇可能同時做上帝嘅僕人，又做金錢嘅奴才。幾條愛錢嘅法利賽人聽到這條話，就笑耶穌。耶穌對佢哋講：你都在人嘅面前自稱係正人君子，仲係上帝清楚知你哋嘅內心，因為人看做清高貴嘅，在上帝來看，反轉係邪惡嘅。摩西嘅法律老先知嘅書，佢哋嘅效力係到施洗約翰為止，對這時開始，上帝國嘅福音就傳出來，達撒全部長等入去，仲係天梯無得去，比法律嘅一筆一畫實效還較容易呢。無論乜人離脫本樣，重新老撇嘅婦人家結婚，就係犯姦淫。托本人離脫嘅婦人家也係犯姦淫。頭擺有一個財主，當日作等紫色高貴嘅江山，高插花宴樂嘅日嚟，又有一個窮苦人，名按到拉撒路，歸身不昌，常常本人帶到財主嘅門口，希望驗到財主作當跌下來嘅東西來自己。連叫也來洗佢嘅床，後來倆窮苦人死脫，天使帶佢去坐在亞伯拉罕嘅船頭，享受天堂嘅筵席。嘅財主也死脫，並埋葬。財主在陰間非常痛苦，佢額頭看到亞伯拉罕在親人嘅所在，又看到拉撒路坐在船頭，就喊講：我嘅主公亞伯拉罕啊，可憐我啊！求你喊拉撒路用手指頭沾到水來涼我嘅膝麻，因為我在了火焰中非常痛苦。總係亞伯拉罕應佢講：細子啊，你應當還記得，你還上嘅時節享盡福樂。總係拉撒路過盡艱苦嘅日嚟，兩下。佢在兩位得到安慰，而撒落在痛苦中，唔單槍按樣，在你哋老愛豆中間有沉冤隔斷。
人無可能對兩片去二條計片，會對計片來挨到兩片也無可能。隨主講，我嘅主公啊，既然係咁樣，我求你和拉撒路去亞伯嘅屋下，因為我還有5個兄弟，佢做得警告佢哋，免得佢哋也來到兩岸痛苦嘅所在。亞伯拉罕講，你嘅兄弟有摩西老先知嘅話好聽，佢哋做得聽啊。隨主講，我嘅主公亞伯拉罕啊，咁樣唔啦，那係有人對死復活，到佢哋嘅位去，佢哋就會悔改。仲係亞伯拉罕講，那係佢哋唔聽摩西老先知嘅話，就算有人對死復活，也無法度說服佢哋。